大家好，我係偉仔。Medicube 韓國推出咗一部 Booster V Roller， 呢部儀器嘅技術同其他美容儀器嘅比較，建唔建議購買？今日都會同大家詳細分享。開始之前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。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之前 Medicube 出咗部 Booster Pro Mini， 可能因為佢嘅功能同 Booster H 或者同 Booster Pro 裏面嘅 Booster Mode 非常之重疊，可能亦都為咗想令呢部 Mini Plus 更加多功能，所以上年開始 Medicube 都出咗以 Mini Plus 為電芯嘅一系列儀器。由上年開始嘅 Vibration Cleanser 到今年喺韓國率先推出嘅 Booster V Roller， 都係以 Mini Plus 為電芯，務求令到呢部 Mini Plus 更加多功能。而呢部 Booster V Roller 就好似以前 EMS 嘅加強版，而 upgrade 咗嘅微電流3萬赫茲去刺激深層嘅肌肉，達至拉提、疏通經絡等等嘅功效。呢部 Booster V Roller 嘅使用方法，由於都係用 Mini Plus 去做電芯，所以佢嘅操作、強度選擇、模式選擇等等，都係同之前嘅 Mini Plus 同埋 Vibration Cleanser 非常之相似。咁今日就唔詳細同大家喺呢度重複，因為都係得嗰一粒仔。如果有興趣了解翻 Booster Pro Mini 或者係 Vibration Cleanser 嘅操作方法，可以去翻之前嘅影片。今日嘅影片主要都係想將 Booster V Roller 同之前 Medicube 嘅兩部儀器比較，因為新嘅儀器功能某程度上同之前呢兩部有少少重疊。時間嘅關係，亦都準備咗個圖表，大家可以一齊睇下。今日同 Booster V Roller 比較嘅儀器係佢之前嘅 Vibration Cleanser 同埋佢哋嘅 EMS。目標層方面，以前嘅 EMS 主要係針對肌肉層，有3個模式進行拉提、緊緻或者身體按摩。至於新嘅 Booster V Roller 主要就係相對深層嘅肌肉進行拉提、經絡按摩或者身體按摩。技術方面，以前嘅 EMS 係1000個 Hz， 而新嘅 Booster V Roller 係有3萬個 Hz， 淨係睇數字都係增加咗30倍，非常之誇張。而 V Roller 亦都係同之前嘅 Booster Cleanser 相比，因為 Booster Cleanser 除咗用咗 Booster Sonic 呢個聲波震動之外，都有一個中頻嘅 EMS， 但係官方資料就冇寫到 Booster Cleanser 使用嘅時候，佢嘅中頻 EMS 嘅頻率係幾多。至於 LED 方面，以前嘅 EMS 有3種 LED 紅、黃、綠光，而至於 Booster Cleanser 同埋 Booster V Roller 雖然佢哋都係有官方嘅3種紅、藍、紫 LED， 但係呢3種 LED 燈都係要使用 Mini Plus 導入儀器嘅時候先至有嘅，即係代表住用 Cleanser 嘅時候或者用 V Roller 嘅時候都係冇呢個 LED 嘅功能。呢一點大家就要留意翻。皮膚識別方面，3部儀器都係冇皮膚識別嘅。3部儀器都可以每一日使用，而效果方面 ，Booster V Roller 係彈性拉提加導入，因為有埋個 Mini Plus， 而 Booster Cleanser 就係潔面去水腫再加導入。至於 EMS 主要就係拉提為主。至於儀器使用嘅時候，需唔需要使用官方嘅導入膠？以前嘅 EMS 同埋而家嘅 V Roller 都係需要。至於 Booster Cleanser， 雖然佢嘅清潔導頭上面亦都有 EMS 嘅電極板位置，但我睇翻佢哋官方嘅使用影片，佢哋進行 EMS 拉提嘅時候係冇搽到任何嘅導入精華，所以呢一點如果有使用緊 Booster Cleanser 嘅朋友仔，亦都可以留言分享多少少資訊。同埋呢一點我都非常之疑惑，因為 EMS 嘅原理主要係用 water base 水狀嘅護膚品作為媒介去刺激肌肉，所以根據翻官方影片 Booster Cleanser 用 EMS 嘅時候係冇搽到其他任何嘅導入膠嘅話呢一點我就覺得有啲奇怪。至於官方數據可以改善嘅數字，以前嘅 EMS 可以改善雙下巴少 7.7%， Booster Cleanser 毛孔清潔 191%， 而雙下巴可以減少 4.1 嘅 cc。至於 Booster V Roller 雙下巴可以減少 1.76 cc 或者減少 6.54%， 而毛孔亦都減少 43.2%。我睇完呢啲官方數字，我都有少少疑惑。Booster V Roller 明明佢哋嘅技術係用3萬赫茲嘅 EMS， 比以前嘅 EMS 係多30倍。點解佢改善雙下巴嘅比例係少咗嘅呢？甚至比啱啱出嘅 Booster Cleanser 減少嘅 cc 數都係少嘅。究竟佢嘅數值係寫得唔清楚，定係佢部儀器冇咁有效呢？呢一點我亦都係非常之拗頭。售價方面，以前嘅 EMS 係大約港幣1500蚊，不過我而家睇翻官網 EMS 已經係平售冇得再出㗎啦。而至於 Booster Cleanser 連埋個 Mini Plus 大約港幣1000蚊。Booster V Roller 連埋個 Mini Plus 大約港幣1100蚊。睇埋韓國嘅官方網站 ，Booster Cleanser 同埋 V Roller 都有單獨嗰個叫做咩咧？外圍插頭、單頭外殼嘅，亦都有單頭外殼咁樣售賣。Booster Cleanser 嘅單頭售價係港幣320蚊 ，Booster V Roller 嘅單頭售價大約係港幣400蚊。除此之外，韓國亦都有呢3合1套裝 ，Mini Plus、Booster Cleanser 嘅單頭、Booster V Roller 嘅單頭，加埋大約港幣1410蚊。咁到時如果香港發售，大家都可以有定個心理準備係呢個價錢啦。咁呢部儀器值唔值得購買呢？
或者我個人嘅意見，自從 Booster Pro 之後，即使佢出咗佢嘅 Ultra Tune 同埋 High Focus Shot 或者 High Focus Shot Plus 呢幾部儀器嘅定位都係以中高階為主。而至於最大眾化嘅市場，例如港幣大約1000蚊左右呢個價位嘅市場，可能 Medicube 都想繼續打入。除此之外，年半前推出嘅 Booster Pro Mini， 可能佢嘅定位都有少少似以前嘅 Booster H 或者 Booster Pro 嘅 Booster Mode， 定位比較唔清晰，可能佢哋唔想浪費咗呢個儀器嘅發明，所以就將以前嘅 Booster Pro Mini upgrade 做 Booster Pro Mini Plus， 可以同時做埋一個全電嘅電芯，同時再開發唔同嘅單頭外殼儀器，令到呢一部 Booster Pro Mini 感覺上再多功能啲。除此之外 ，Booster Pro、Ultra Tune、High Focus Shot 或者 High Focus Shot Plus 呢幾部高階嘅美容儀器，俾完一個錢賣斷咗，冇穿冇爛冇壞嘅話，呢部儀器咧就可以一直使用。對於一間商業機構嚟講，咁咪冇錢賺咯。所以我個人覺得 Mini Plus 除咗作為一部導入儀器之外，佢嘅不定期推出一啲新嘅單頭外殼儀器，都令到大家繼續課金。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非常之精明嘅商業策略。咁當然，如果你之前已經購買咗 Booster Pro、High Focus Shot、Ultra Tune， 你唔想太多儀器重複嘅話，我覺得呢部儀器就可以唔需要購買。不過如果你入坑 Medicube 係由 Mini Plus 同埋 Vibration Cleanser 開始，咁我覺得你就可以之後儲齊一個系列，以 Mini Plus 為主嘅一個保養系列。因為我推測嚟緊 Medicube 推出嘅2-3個美容儀器產品，可能都係以呢一電芯為主，再喺外面配翻唔同嘅單頭、倒頭。仲有一點要留意翻，以 Mini Plus 為電芯嘅一系列美容儀器，而家嘅 Booster Cleanser 又好 V-Roller 又好，將來推出嘅美容單頭又好，由於佢哋都要套上 Mini Plus 呢一粒大嘅電池，所以普遍嘅機身都比較大支。相比之前 Booster Pro 呢啲多功能嘅儀器，機身係有明顯嘅分別。大家選購嘅時候就要考慮埋4合1機身細少少、價錢貴少少嘅儀器，定係要選購一部機身大少少，期待佢將來有更多唔同嘅單頭出售，之後佔空間可能會比較多嘅一系列美容儀器呢？呢一點大家都要留意翻。希望今日嘅影片可以俾到多啲資訊大家，等大家可以選擇最心儀嘅美容儀器。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或者都想分享一下對 Medicube 美容儀器嘅一啲睇法，歡迎喺下面留言。最後歡迎大家追蹤呢個頻道以示支持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